我係6A 班嘅蔡卓琳。咁今日我要介紹嘅圖書就係《天文小百科》。咁喺呢一本書入邊有介紹唔同嘅星座啦、行星啦，或者一啲嘅星雲啦。咁入邊包括嘅星雲就係有玫瑰星雲啦、馬頭星雲啦，或者三葉星雲等等啦。咁星球就關於9大行星，但係而家改咗做8大行星。咁係包括水星、木星、地球、天王星、海王星、水星。我都唔係幾熟啦。咁星座就係包括射手座啦、雙子座、蠍子座或者小犬座等等啦。咁我嘅介紹圖書分享完畢啦，多謝各位。